台湾一直拢有欠工的问题，即受影响的毋但是民间企业，即马是连台北市府嘛欠超过8000个亏。对此，市府表示，除了部分会改用请人来做以外，嘛会增加国家考试的名额，来扩大招募人力的来源。乌心管药水伫当下引起食安危机，台北市卫生局国庆假期继续伫当下专案稽查。最近几年，食安甲公共卫生问题多，双北拢出现欠稽查人员。根据新北卫生局统计，我3年当年稽查案件55000多件件处，人力登记者力，加上也爱跨区执行甲夜间出勤，造成第一线负担过重，履职率悬。这几年来，我们也已经尽量从人力上面去做增补，今年已经增补了9名人力，所以人力上面有到比往年充足的状况，所以离职的情况有明显的下降。同款面临欠工问题，也有北市议员指出，北市目前面临严重欠工，市府即马有68065人，欠达到8324人，恐惊冲击行政效率。对此，北市府技术处表示，因为受到国家考试报考人数降的影响，令到招募不简单。8000多人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些公务人员，然后医疗人员、教育人员跟一般的职工。工程机关以缺额率来讲，目前是缺额到15%左右。那警消部分也有到11%左右。人事处也进一步表示，为了导入人力，已经采取控劳亏，该禁用聘雇人员，整体考试有高亏甲禁用专门职业参技术人员等方式，增加用人的来源来减少欠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